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天匯財經頻道。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尋找爆升股嘅小技巧。以00-179德昌電機控股為例，自7月15號以嚟，公司最高爆升超過100%。點解升得咁犀利？首先，憑借喺電機領域嘅技術咧，公司切入咗人形機器人零部件嘅賽道，同海內外知名嘅人形機器人主機廠合作。同時，公司亦都與上海機電成立合資公司動界智控，以服務中國人形機器人市場。同時，從圖表分析當中，我亦都可以見到，公司喺7月15號觸發咗我哋嘅短中共振選股策略。我哋可以見到短中共振指標當中，快慢線喺前期形成咗金叉，意味住短期進入咗強勢階段。後續我哋嘅短中共振出現咗紫色動紋柱，意味住中期亦都進入咗一個強勢階段，後續德昌電機控股亦都係迎嚟咗一個非常之大嘅上升行情。記得訂閱加點讚，即可用專屬鏈接享受額外的迎新優享。